第2章。智慧明哲，君耶和華所賜。我兒，你若領受我的言語，存記我的命令，側耳聽智慧，專心求聰明。呼求明哲，揚聲求聰明，尋找他如尋找銀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隱藏的珍寶。你就明白敬畏耶和華，得以認識上帝。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、知識和聰明，都由他口而出。他給正直人存留真智慧，給行為純正的人作盾牌，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，護庇虔敬人的道。你也必明白仁義、公平、正直一切的善道。智慧必入你心，你的靈要以知識為美。謀略必護衛你，聰明必保守你，要救你脫離惡道，脫離說乖謬話的人。那等人捨棄正直的路，行走黑暗的道，歡喜作惡，喜愛惡人的乖僻，在他們的道中彎曲，在他們的路上偏僻。智慧要救你脫離淫婦，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。他離棄幼年的配偶，忘了上帝的盟約。他的家陷入死地，他的路偏向陰間。凡到他那裏去的，不得轉回，也得不着生命的路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，守義人的路。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，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。唯有惡人必然剪除，奸詐的必然拔出。